们不希望它变成一个非常官僚的一个气息的建筑物，希望它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它也就像一个转角的咖啡厅一样，可以让市民可以来这里洽公是非常舒服的。整个的一个设计是朝绿建筑那个迎击的方向来进行我们屋顶除了太阳能板以外，我们也是3合1的隔热，因为我们南部的地震多，所以我们当时就没有采用面砖这样子的，会容易掉下来损坏伤害到居民的一个材料，反而是用耐候性的涂料，这具有隔热，也具有清洁制洁的效果。那另外整个的一个外观造型，包括整个转角这个区政大楼它是一个水与绿，它是一个波浪在进行的。到晚上的时候，有一个公共艺术的一个灯光秀，它跟花园夜市刚好可以呼应，有5种不同的一个表情会出现。各个公所的行政大楼就是我们地方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也是我们所有的一般的市民他的一个洽公的一个重要据点，包括民政、户政这个新的行政大楼，还有包括托婴中心，这个完全是符合我们对未来的一个规划。那大家也知道，一旦发生地震、风灾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公所就兼具了一个指挥应变，还有避难安置，还有救灾救护的一个任务。所以区公所是我们地方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灾防指挥中心，以及救灾的一个堡垒。以最实质的行动盖一个新的区公所，其实未来的路会更长也更远，打造出一个安全然后具现代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可以提供的服务功能会更完善。那未来的服务呢？比以前更加的一个便利，停车变得方便。那还有所谓的一站式服务，你要申请户籍誊本、地籍誊本都可以一次到位。在2楼更设有我们的亲子阅读区，来让洽公的家长们跟孩子也有一个可以阅读的一个好地方。停车场上盖好。第2就是讲咱有托婴中心，第3就是讲民众要办的空间有够大。以前就是第1点要停车嘛无方便，即嘛搬来这，无论倒一项啦会使讲当都非常的方便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接场。北区区政大楼总共要花3亿6千万，那其中中央补助9千万，地方要自筹2亿6千多万，所以说可以说，第一个花费不少，第二个大多数是地方的钱，第3个事实上对于北区新的处所这个地方有非常大的帮忙。因此呢，提供政府的服务品质跟效能，提供更多的活动的空间，满足户政、地政跟区政的一站式服务，可以让民众的洽公更方便，减少舟车劳顿。因此呢，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来北区新的区政大楼走走逛逛看看，来接受奉茶，那也能够来这边洽公，一定能够让市民朋友们更开心，感受到政府满满的服务诚意。议员王雪茂伫中继顺指出，今年大兴野区的议员释出各减一些，图可能就是该6区人口持续流失，一当减少2300多人的警讯。当然，少子化是全国危机，不过如何对产业投资来增加社会潜力？参照西港甲生活，就因为南科产业人口越要增加，所以会中具体提出活化新业糖厂，串联产业金三角来发展无污染的机器人照相电视中心，并参考美国匹兹堡产业聚落的成功转型，让新业成为后一个匹兹堡。从109年到113年，我们大概每年减2000人，甚至人数是逐渐扩大的。快速的在流失，从去年到今年的4月，我们一年就减少将近2300人。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假设我们再没有任何的因应措施，或者是说在市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这
个大兴地区就会很可怕哈。我们有金三角、六甲、沙仑跟这个柳营。接下来我们的新营的这一块呢，未来就是我们机器人的招商的基地，还有展示。那以匹兹堡的案例来说的话，其实还不止这些啦，展示跟教育的以外，我们其实还要结合我们的人才的基地，还有技术的升级。那厂商的部分的话，其实就机器人的这个领域来说，其实我们厂商里面都有各个关键零组件的生产制造商，还有系统整合商。那未来呢，我们还会想到就人工智慧的部分，这个也要导进来。大家知道机器人无人机的组装，然后研发是没有污染的，但是它需要用电。那但是新营工业区又是不是新营工业区，台糖新营厂又是一个乙种工业区，它本身的台电是准备好的，只是你现在没有生产。所以如果有企业进驻之后，要接电去生产，是马上水到渠成，用水又电，而且一个利基是它比其他的工业区还好的地方，是它出了厂区就是市区。虽然少子化是全国的冲击，不过市长以台积电员工的生育率是全国平均的5倍，显示产业进驻对提升社会成绩有正面影响。所以市府如何在经济发展、空间规划以及公共资源等层面来提升大新营人口，市民都得看。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台湾林恩就伫中日顺提出森林拓网收无纸钱，当然是做出的凸显，但市伫清明三大节日的积运量拢突破300吨。伫消化量有限之下，今时纸钱竟然蓝做火烧，不怪祖先收无钱，对神明嘛不敬。所以呼吁市府面对纸钱对干那山，一定要善用17亿的殡葬基金来增加兴建金路。那台南市针对我们的纳古塔，包括庙宇，请他们纸钱集中烧，那呢必须要公姐的看拍天啊，你就是爱，我们自己要建嘛，我们17亿的，你给我答应啊，是不是将来辅导我们庙宇跟纳古塔，尤其是咱的纳古塔，拢爱有环保记录可以烧了。因为你刚刚提到我们殡葬基金还有钱嘛，殡葬基金的部分我们就要去开始花钱去规划。对啦，迄个议员我报告一下吼，其实伊迄个南山公墓内底米区的部分哦，有哪有规划迄个环保金炉啦？迄一个名啦，我跟你讲，那一个环保金炉是在烧库钱的，你莫跟我讲啊，你跟我讲，我现在也没有时间跟你讲。后日来说的啦，后日来搁正式啦。同款应该是民政局业务，不过议员却爆料，森林扣除以后所出的危害，竟然是交予环保局。结果将森林危害甲烂土本色做伙，议员表达痛心，骨骸绝对不是废弃物，禁止随便乱弹，而是互森林应该有的尊重，将危害回归自然甲树木共存。对此市府嘛认同，一定是人道处理。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议员面对选举压力，所以替地方争取建设天经地义。对此，议员彭益峰除了替嘉义争取第2联合活动中心，持续完善地方公共建设。伫中日顺嘛进一步希望运用原来海胆场1公顷外用地来兴建嘉义第3座活动中心，积极甲市府探讨。这一两天来，一直接到咱包括嘉义、安西里也好，文心里也好，这周边遐一寡市民好朋友呢，在建议，希望讲是咧嘉西路、嘉义嘉西路迄带遐来起一个这个活动中心。这个土地呢，进前呢，是咱有定要起这个蓄水池，就是讲咧，伫咧千文新的边遐要起这个海胆场嘛，那么这有定要起蓄水池，尾因为地方反对。因为地方也地主啊，地方有成立一个自救会，反对，所以讲尾同放弃，迄带遐无起，那么讲，因希望讲伫这土地遐，因即目前咧地目呢是属于整个水利，地是属于水利署的啦。即摆迄机关，讨论是价外，价通，一家通。我土地真完整，嘛都有够，伫咧都伫外围林，伫咧算伫8里的这外围林啦，家面外围。我们地点是相当适当啦，这地是。
算做家里的一个肉地啦吼。啊，我市中心，啊，这块地都要不只是讲活动中心，因为是讲建议要做啥物社会住宅啊好啦吼，还是讲迄落多功能的啥物中心啦吼，马紧这部分。不管伊设啥物设施，咱上好上去建设一个活动中心，互家里地区的人较有使用空间的这个机会啦。因为机关用电嘛，免啥物变更，所以咱进来用这个有备金，比较你顶面2022年这阵的共款，用有备金进来做规划，啊，会当来进来处理吼上好。目前嘉义除了6里联合活动中心，另外去年底第2联合活动中心嘛落成启用。现在议员阁争取第3座多功能的活动中心，希望为社区注入阁较侪合适的舞台甲交流休闲空间。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小烫烫的大鼎一放入油，马上就变大火。这是总埔西把握炒鳝鱼的火候，无到几秒钟，就用炒出鳝鱼的脆度。台南知名总埔西，同时嘛是鲍卫珍创意料理的厨艺总监卢正志，以着特色的食材甲着创意的厨艺，邀请到饮食作家张云舒共同来7月12生上的满级宴，将要伫7月12。伫个关庙的山西宫来登场。有一场那个台日联姻，然后那一场联姻呢，就请他去，就是主办那个就是办的个地儿啊。当天呢，那个其实我们市长也有来到现场，就是做证婚。那一次之后，正好我人也在现场啊。其实我是去做调查哈。那很特别的是说，那一次之后哈，让那个日本的新郎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从此之后爱上我们的台湾的办桌，爱上我们的台湾的料理。然后他就私底下，其实他跟卢师傅相当好，一直在敲碗说啊，当喜那个班哈，也就催生了我们这一场的12生肖哈满福吉祥宴。本来它叫满福吉祥宴，但是我想说，我们后来就经过讨论说啊，是不是我们来叫做满吉宴好了？因为满吉就是妈吉的意思。听到它这个缘起是从当年有一对台日联姻招来人家班呐哈，所以这个是有跨国的在里面。那12生肖要给大家约了哈，因为鼠牛五兔龙蛇马羊这个猴鸡狗猪你若念到12家拢聊完了。我想你在对其中要讲啥哈？12个生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那个是功夫，然后怎么样去调味是手艺啦哈。到底12生肖除了清楚咧，其他要以什么款的食材？总埔西上午嘛只公布4道的料理，有布袋鸡、海马玉山粽、龙虾三明治，佮着炒鳝鱼。分别代表鸡、马、龙，甲着牛顶，其他先保留，要以着盲盒的方式，只有属生牛顶才用食到创意的料理。12生肖满级宴，我们是以那个盲盒的方式来呈现。那当中的话，12道料理当中，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食材，包含今天所呈现的海马，以及那个炒鳝鱼。炒鳝鱼是一道非常讲究功夫的一道菜，它是以秒为计算。然后当天的话，呈现上桌的料理当中，有一些比较珍禽啊、比较稀有的一些食材，然后融入我们的做法，呈现一个12道一个满级宴。12生肖的满级宴限量只有30道。上午的活动宣传记者会，包括立委王定宇、议员陈芳宇以及关庙的区长，佮着两家主笔嘛拢到场出席，为活动来宣传。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6月12线顶的预约，也满为止。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要来到，安平洪济宫伫个主委罗永腾的带领。结合议员林美燕，甲着罗坤浩，
9號下午，伫個議會召開活動的宣傳記者會。伫今年的5日節，將結合廟邊的百年古井，舉辦出午時水、徛雞卵等一系列的活動。這次呢，咱今年經過咱的中央也指示吼，要來辦這個端午節。端午節嘅午時水這個活動拄好咱這兩位議員林美燕議員、羅坤樂議員由於阮在地羅坤樂議員甲咱林美燕議員安尼足支持咱這個活動。這個活動上主要的就是咱有一個後尾一個古井，這個古井水呢是佇明鄭時期鄭成功時代就留落來啊。這個古井是正水，水真清澈咱要來使用這個午時的時陣，要來採用這個古井水，來互咱的里民安尼會當得到一個平安一個祝福。端午佳節，大家是講迄是習俗，飼着午時水，這午時水是袂變質的哦。咱一般的水你放久就會變質，但午時水，人講有放1冬2冬都袂一般的。袂變質的當然這個部分就是講一個淨化淨身啦。我想就是5月5號，大家知迄個就是百蟲就會起，就都會蘇醒，然後有百毒就會那種就大概一個的禁忌啦吼。所以嘛，希望講迄個端午佳節的那一天正中午會當大家來個阮洪水講下來，這是百年的古井所出來水是真正是。100%會當互咱大家得到一個平安的。所以，阮住佇後尾社阮這口井陪阮做伙大漢。小時候遐是蒙阿波，我攏走遐佚佗，就是包伊的水攏落的你就是迄口水才是清的，足奇怪。所以，這地方的故事阮每一個所在有每一個所在故事，可是以阮後尾社咱這口井是代表性的。依照民間相傳，佇5日節午時。是一年當中陽氣上旺的時刻，午時出的井水，也就是午時水，相傳有辟邪除火的功能。另外，現場還有徛雞卵等親子活動，以及精油芳療推出艾草平安精油路等。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在5日節踴躍前往參加。台灣新聞林根採訪報道。請接台，有序。在台北市长蒋万安、台北市议员秦慧珠、张维元、张文杰与市政府副秘书长林世斌等人共同揭牌下，台北市第一座3级污水处理水资源再生厂民生水资源再生厂正式启用。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污水处理是看不见的良心工程。目前台北市接管率已经达到 83.66%， 是全国第一。民生水资源再生厂的前身旧民生厂，在2002年功成身退。北市府在原址打造全市第一座3级处理技术的污水处理厂，启用后透过全新技术，每日可处理4万吨污水，比旧民生厂提高 158% 的量能。另外采用 MLE 及 MBR 技术，每天可再生产1万吨的再生水，让市民使用，全面提升台北市的用水韧性。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以前是旧民生厂，它曾经是全国第一座用活性污泥技术来处理的污水处理厂。那2002年功成身退，那今天我们在旧民生厂的土地上，打造全台北市第一座3级处理技术的污水处理厂。那另一方面，我们未来民生水资源再生厂启用以后，我们透过全新的技术，可以每一年处理4万吨污水。这已经是比以前旧民生厂提高了158%的量能。而更重要的，我们透过技术可以再生产1万吨的再生水。所以我们也嫁接了6600公尺再生水的管网，以及串接3座智慧取水站，让我们包括民生社区市民朋友可以使用再生水，包括清洁、浇灌、预测冲水等等，全面提升我们台北市用水的韧性。请启动。
而在民生水资源厂启用后，接下来还有也是3级处理技术的内湖污水处理厂，以及正在新建中的滨江水资源再生厂。预计台北市在2030年将达到污水完全自主处理的目标，有望超越美国洛杉矶等国际城市。我们的目标就是在2030年达到完全自主污水处理。因为除了民生水资源再生厂，接下来还有内湖厂，也是3级技术处理，再加上我们正在新建的滨江水资源再生厂，所以在2030我们达到完全自主处理，而且3级污水处理技术会超越包括美国洛杉矶等国际都会，所以这不仅是带给市民朋友像更好的生活品质。其实也是台北市的骄傲。那这个孔径只有0.008，那污水孔是一个孔径中空，这边经由负压的原理吸抽上去。卫工处处长黄群表示，民生厂还结合环境教育馆，并串联邻近福源公园、关山河滨公园及民生社区，建构全国首创的水资源循环教育园区，兼具历史传承、环境教育、技术展示与市民休憩等多元功能，展现台北市由污水处理迈向水资源循环再利用的重要成果。水润民生，律动未来，赞！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1、2，很好哦，3、4。在课程老师的带领下，社区长辈们齐聚在德后里活动中心，展开这堂击球的课程。运用轻量小型的弹力球来训练手部跟身体的灵活度，提升核心肌力与平衡感。来自社区的长辈们都很认真上课，里长的妈妈也是学员之一，鼓励大家一起来运动。击球老师教的全身都有运动到，手脚都有运动到，是很好的运动。虽然说它是一个球，但是也运动到整个全身，脚跨起来啦，弯腰下去啦，那都有运动到，是非常好的一种运动。为了促进社区长辈的健康，仁爱区德后里开办了许多运动健康课程，相当受到长辈的喜爱。庄玉超里长也感谢击球课程的老师，很有耐心地指导长辈，课程设计也相当多元化。然后像有一些动作我会给口诀，所以延缓他们失智。对，除了运动以外，还有脑袋也会运动到。对，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动作上是要特别设计，让长者对比较好记，像开花啊、风吹、脸红红啊这些动作，对，练武功啊，然后加上口诀啊、擦玻璃、亮晶晶这样，对这些。这跟一般的教法会比较不同，对，其他人就是有给说一就一，但他们就不一样，他们要有一点口诀，然后回家他就会练习，他就记得开花、叶子什么这些。就好的呀，对咱身体嘛有帮助啊。我感觉很好啊。搁熟悉一寡人我到40几年啊，熟悉无5个人。我即摆来接诊的，我来这即摆熟悉啊，100外个有，干那阮遮就足侪人啊。有较健康的感觉哦。我本来头壳5仔拢无法度行，我不爱论。里长伊妈妈拢定鼓励我论。我拄好足频道的啦，即摆就来这，无落来，阮哪会甲赶，讲你紧落啦。而且这样动一动，身体会热起来吗？会啊，就已经在热了啊。对啊，就已经在热了啊。我们之前老师来还会再教我们先那个暖身运动啊。暖身运动完以后，他就每次都会教一首蛮现代化的或比较他在歌把我们带动。我觉得他很棒，这个老师真的很棒。大哥有没有什么收获？有没有什么收获？我觉得较早拢无爱叮当。现在当的感觉安怎？培养区比较热络。更能 Q 嘛对啊。因为这运动搁熟悉足侪人啊。因为本来我是华丽战前去，阮内底100几户呢，怎啊来这拢熟悉范围之内，这大家真侪人，而且搁对身体嘛健康啊。来这血也有较降，
安尼运动哦，较袂安尼筋骨酸痛，有差。对。我们应该说关怀据点的课程都提供了，就是说长辈能够简单易学，然后又可以增加你的心肺功能，然后促进你的脑细胞循环，增加记忆力。因为你如果说记忆力不好的话，那5步忘记了，那大家就会提醒你。所以说常常很受欢迎的原因是这样子。那我们也会就是说跟仁爱卫生所啦，跟市政府的关怀据点来做配合，然后找一些适合长者教学的老师，然后来做一个延缓失智的课程。那我们一直办，就希望说能够让长者走出来，增进健康，增进活力。因为现在大家很需要健康，健康最重要。德厚里里长说，他会持续不断地鼓励长辈尽量走出来参加里内的各项活动。看到长辈们透过运动能逐渐的改善健康状况，他也很开心。期盼更多的社区长辈走出来参加活动，让身心灵更健康。记者黄志轩、陈淑平基隆报道。随着高雄近年产业与经济快速发展，交通和物流需求也持续增加。为了分担台88线与国道1号日渐庞大的车流量，历经多年规划与审议的高雄屏东间东西向第2条快速公路，去年正式核定总经费约983亿元。整体工程将分为7个区段进行推动，如今首个西湾标段最快将在今年9月动工，也引发地方关注。未来高屏2块将有助于地区高快速路网的可及性，那也会促进高屏两区的路网的完整，促进地区的区域发展。那预期完工后将有助于疏解台88、台1线以及顶金交流道拥塞的问题，也可作为未来国7衔接国1的重要路径。全长约为 22.6 公里的高屏2块，西起高铁左营站，东至屏东九如国道3号路段，途中将串联国道1号、国道10号以及未来的国道7号等重要交通路网。目前预计优先施工的西湾标段，全长约 0.88 公里，预计今年9月开工，并在118年3月完工。对我们地方来讲，高屏2块它应该可以带动我所在的地方仁武、大树往屏东这边这些地区的发展。那我们也很高兴说它可以尽快动工，然后尽快把高屏2块这个工程尽快把它完成。不过高屏2块部分路段因涉及水源保育区以及军事设施范围，也引发部分民众担忧，认为后续路线与施工规划仍应再做更完整的评估与沟通。我们今天开一条路很好，这是给大家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交通，只是说你这个交通你要不要去评估一下我们的农业发展、我们的地方发展、我们的水土保持发展，这是我们的看法。我们都是支持交通建设的，可是这样子对于我们的农业发展是不是有影响？所以我们很想要就是说请农业局、请农业部你们自己来评估，这整个路段你们自己下来看，你们现在都在纸上谈兵，你们要不要来到我们大树整个你们高屏2块要经过的地方，是不是会影响我们往后我们的农业发展？高屏2块全线预计122年完工通车，未来有望分流台88线与国道1号车潮，同时完善高雄与屏东之间的快速道路系统。不过工程涉及范围广大，后续争议与协调问题如何解决，仍有待持续观察。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你听过指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指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